Hello，大家好，朱春路。為咗舒緩太多遊客，導致當地市民逼唔上巴士嘅老問題，日本京都市政府星期三宣布，將會喺2027年推行市民優先價格制度。持有有效證件坐巴士嘅京都居民單程票價將會從目前嘅230 yen 調降至200 yen。不過從日本其他縣市或者國外嚟到京都嘅旅客坐巴士就必須支付更貴嘅價格啦，係350到400 yen 嘅雙倍票價。日本京都市長松井孝治透露，已經向國土交通省提出申請，目標喺2027年實施。如果有關申請獲政府批准，將會成為首個對遊客同居民分級收費嘅日本城市。京都市政府話，未來希望能夠透過雙軌制票價引導外地遊客改搭較平嘅京都地鐵，或者係調漲價格後相近嘅觀光特急巴士前往各個景點，向觀光客收取額外車費用嚟補貼市民乘車嘅費用，亦有助於舒緩京都市民對於遊客太多所引發嘅不滿情緒。至於市民價格嘅驗證方式方面點樣驗證佢係唔係市民呢？就計劃將交通 IC 卡同居民嘅身份證綁定，令到巴士嘅付費機喺扣錢嘅時候自動辨識。京都市目前嘅人口只得143萬，但係喺2024年全年嘅遊客已經多達5606萬人次，話比澳門嘅4000萬人仲多。當中1088萬人次係外國旅客。由於巴士係京都連接市內多個景點嘅重要公共交通工具但因為有大量外來旅客，造成巴士長期擠迫，而且有延誤班次添。根據京都市喺2024年進行嘅市民意見調查，當中近80%市民認為要喺居民生活同觀光旅遊之間取得平衡。喺今年3月1號起，當地即將會提高酒店嘅住宿稅，同時開始強化對民宿嘅規管。去過京都都知道啦，當地真係好多外國旅客啦。如果巴士真係加價加到咁貴嘅話，如果景點路程唔遠又有4-5個人嘅話相信搭的士可能仲比較划算，或者有啲旅客索性租車自駕遊可能更好添。好，呢一集睇到先，想支持我嘅訂閱，我哋下集見。